Hello，大家好，又交俾堅城嘅時間英超殺科啦作為呢個曼聯球迷都喺聽黑嘅年代啦，艾莫林嘅年代啦，喺季尾都好多個問題，大家需要去面對。譬如啲球員要爭呢個歐洲賽啊，咁好多嘅憂慮啦。咁但係今季係開心嘅卡域克原來真係眾望所歸啦，可以有得留低啦，即係以佢一個咁亮麗嘅成績殺咗好多個強隊，亦都係令佢喺呢個領導層裏邊嗰啲老闆裏面咧攞咗好多嘅分數，咁結果都可以坐正咗呢個主教練啦。曼聯亦都可以攞到呢個歐聯嘅席位啦。最後一場作客對呢個白禮頓，結果就贏咗3-0入波就係多古啦、安保姆啦同埋呢個班奴嘅咁亦都係恭喜阿班奴啦。呢場波就唔係好似上場咁啦，要不停咁樣去揾隊友，希望可以即係幫佢可以完成一個助攻。喺33分鐘就斬出嚟嘅角球啦，由多古頂入多古用頭都比較少見嘅結果就係曼聯領先1-0。呢一球波咧，令到班奴嘅助攻去到破紀錄嘅單季嘅21次超越咗迪布尼啦，同埋亨利嗰個即係20次個紀錄，自己可以擁有啦跟住就喺44分鐘另外就係迪亞路曼治再加呢個安保姆嘅入波就2-0，半場亦都係領先2-0。咁下半場班奴就接翻呢個多古嘅助攻啦，自己射入雖然都 VAR 都 check 咗一陣間，結果個入球都成立嘅，即係話班奴咧今場咧一個助攻一個入波喺呢個黑殺科戰裏邊其實睇翻今場嗰個排陣啦，以為大家都以為可能會呢場波會唔會會俾多少少其他啲比較少落場嘅球員咧可以即係踢一踢啲比賽咧，但係個正選陣容咧就係唔係太多變動嘅啫。拉文斯啦、蘇爾啦、馬天尼斯啦、麥加亞啦同埋馬沙拉維另外就中場就文奴啦搭住呢個曼治另外就多古班奴啦、迪亞路同埋呢個安保姆嘅。咁曼治今場喺中場個作用未話好大嘅成效，但係佢都其中有一個入波有參與嘅。當然不能夠用佢同卡斯美路啦去比較卡斯美路今場都冇啦，咩名單都冇，因為之前喺比賽之前咧其實都公佈咗話佢上場喺曼聯嘅主場已經係告別戰嚟㗎啦而家啲季尾波可能大家都覺得至少球員就唔好有傷啫唔好搞呢場波。就曼聯嘅入局其實係比白禮頓係慢啲嘅喺入波之前咧，白禮頓嗰個速率啦，喺中場嗰個效率等等咧係好過曼聯少少嘅。但係靜雞咁曼聯又唔知點解中下中咗第一球兩球3球跟住就已經係基本上已經係一個垃圾時間咁滯啦除咗恭喜呢個班奴即係可以獨自擁有呢個單季21次一個好勁嘅紀錄亦都恭喜佢今季已經成為咗英超年度嘅最佳球員啦。睇下有冇更多嘅獎可以立得到啦另外除咗班奴之外，蘇爾啦如果世界盃個名單，你蘇爾同埋麥加亞入選唔到咧，都好多令到好多人嘅氣憤，特別係曼聯球迷蘇爾就犀利啦，即係大家知佢嗰個病歷啦，即係嗰個傷患嗰個報告都唔係太過靚仔，但係今季就全勤嘅38場即係出席率相當之高同埋估佢唔到但係勤工獎即係全季踢得最多比賽嘅一季就結果入唔到英格蘭嘅代表隊咧另外麥加亞都係咧所以咧其實站在呢個曼聯球迷嘅立場，兩個入唔到未必係壞事嚟嘅，始終兩個都蘇爾同埋呢個麥加亞都有翻咁上下年紀啦其實
暑假唞一個暑假，慢慢準備下一季嘅比賽，因為下季就幾條戰線啦嘛，要踢埋一週兩賽啦，至少都要有歐聯嘅顧慮咁。咁啊年紀又唔大啦，亦都其實唔係話冇傷嘅佢兩個都成日都有傷，咁所以即係趁住呢個暑假咁啊睇下世界盃咁啊，唔使去踢咁啊，即係休養生息咯嚇。亦都希望其他譬如班奴啊、大樂寺啊、文奴嗰啲即係入選所屬嘅國家隊去踢世界盃嗰啲球員就冇傷冇病，因為比賽又多咗世界盃，咁啊可能競爭激烈又大咗，咁啊加埋時差好多嘢等等啦，可能即係經過世界盃之後咧，其實有個現象好多時睇過就經過一啲大賽之後咧，跟住個新球季咧，每個即係好多嘅聯賽都好多球員都係會受傷，因為休息唔夠嚇，咁啊趁住就係世界盃可以休養生息，咁啊可以即係一個健康去迎接星球嘅仲好啦嚇。呢場波其實嗰個話題性唯一就係睇下班奴破唔破到紀錄，結果又破咗啦，咁啊亦都。以往其實對住白禮頓咧，曼聯都食咗好多苦頭，咁但係今場估唔到係又可以咁啊，好似幾輕鬆咁樣贏3-0啊！咁啊其實上半場咧，曼聯真係3次攻門2次中，俾咗有2個入波，再加埋下半場就多少少咁，但係成場波嗰個你話好好睇咩又唔係咁，但係至少曼聯都以一場嘅勝仗啦，咁啊即係喺呢個完結呢個球季啊，開心嘅曼聯咁啊！今季大家作為曼聯球迷就比以往一定係比以往開心，因為好似個成績又好咗啦，咁啊亦都係冇嗰啲領隊嘅問題啊，即係炒唔炒佢啊，即係同佢續約啊，新季咪繼續俾機會咁，咪跟卡維克就當然我哋咪話卡維克就一嚟到下季就可以一個好極，即係要求好高，可以攞聯賽冠軍。唔希望梗係有啦，歐聯又睇得好好等等，但係因為睇下夏天嗰個招兵增兵嗰個狀況係點樣啦，咁但係大家都知啦，烏加迪就領導曾經告知咗話俾你聽㗎啦，同佢團隊講咗話唔會係佢哋唔會留，希望烏加迪走㗎啦，咁睇下走唔走到啦，但係而家就係中場冇咗卡斯美路，到底個補強方面咧會唔會可能？如果你世界盃即係睇下其他球隊嗰啲世界盃啲國家隊嘅表現先去買人，好似太遲得滯。即係但係而家時間係咪要？可能已經心目中有一紮嘅 list 球員啦，咁啊當然我哋最希望安達臣啦嚇，但係相當之貴咁。但係其實如果買一個真係啱用嘅球員翻嚟貴少少，我覺得都無妨嘅咁啊。其實以往曼聯都做咗好多冤枉嘅買賣啦。嗱，睇下今次會唔會眼光好少，即係踏實啲，眼光會好少少啦。咁啊，今場其實都好多啲下半場即係都會換咗啲新仔出嚟嘅，譬如有利斯啊、約羅啊、馬拉斯亞，即係都離隊㗎啦，係嘛？都等等都特別斯亞斯嗰啲咁都有機會可以出場咁啊，即係起碼至少喺呢場唔係話好重要嘅比賽，咁啊結果就可以即係有個出場機會啦。咁但係今晚其實頭先一路睇比賽咧，都係睇住其他嗰啲賽果，結果就係即係大家最關心就係到底熱刺同埋韋斯咸呢兩支倫敦球隊邊個可以留低咧？結果熱刺就1-0啦，咁啊主場險勝呢個愛華頓，咁啊搞掂可以有得留低啦。咁啊雖然韋斯咸西咸就3蛋咁啊贏咗呢個3-0啦，咁啊贏咗呢個列斯聯，但係都冇得留低。下季要喺英冠見啦最後啦亦即係熱刺可以留低，就應該嗰個迪沙比都可能有嚟緊都可能好多嘅大計等等啦，咁啊會唔會可以即係將嗰啲陋習改咗？即係當然佢嘅今季點解要打得咁慘，就係好多球員嘅受傷嘅。係咯。倫敦係喎，一路都講就話，如果韋斯咸降班就同米和爾咧個夏季個英冠咧東倫敦嗰邊係嘛？即係係咪應該東倫敦嗰度啊？話可能都幾煩嘅話，因為啲球迷都幾敵對嘅嚇，咁睇下會唔會有啲嘅咩發展咧嚇。好啦，英超就完咗啦，或者有啲人會興趣睇呢個歐協聯啦決賽啦，同埋呢個歐聯嘅決賽咁。
但可能大家嘅心已經可能話，哎呀，嚟緊有世界盃咁，所以呢個夏天大家都冇得休息嘅，可能會比以往嘅球季會更加辛苦添。所以咧保持健康如果呢個世界盃你睇到超過一半嘅球賽，我都讚你叻啊！好啦，咁睇下曼聯嚟緊喺轉會方面有冇多啲嘅消息，睇下會唔會再開呢個即係同大家傾下偈咧。如果冇乜就可能就咁出 post 算數。好啦，好。以一個勝仗一場勝利咁3-0贏咗白禮頓，完結呢個球季，恭喜晒各位曼聯嘅球迷，拜拜。